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各位兄姐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你的看顾之下，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有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清晨我们又领受父神你赏赐的美好一天，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们透过这个圣经共读，我们每一天清晨在这里操练我们的灵命操练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感谢父神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恳求父神你的灵又运行在这当中，也让我们全然将我们自己摆上在主你的面前，恳求父神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诗篇120篇第1节到第7节。诗篇120篇第1节到第7节。我在患难中求告上主，他就答应我。上主啊，求你救我，救我脱离虚伪诡诈的人。虚伪的人上帝要怎样对待你呢？他要怎样惩罚你呢？他要用战士锐利的剑，用灼热的炭火来惩罚你。寄居在米色人当中，我多么惨啊！投宿在基达人当中，我多么不幸啊！我跟厌恶和平的人相处太久了，我爱好和平，我讲和平，他们却要战争。以上在这个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篇的诗篇都称为上行之诗，也就是所谓的登阶之诗。如果有到以色列去的人，你就知道我们这个耶路撒冷它是在城市里面的一个山丘，然后它建在比较上面，所以当你要到正殿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是要爬坡的，或是要爬楼梯的，所以就称为上行之诗。这个是犹太人每一年他们都固定有3个节日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15首诗里面都前面都有标志上行之诗。那这么样的120篇里面它的主题在讲的是说，属神的人怎样从远离神的光景苏醒过来，然后远离这个世界，在神的保护下一步一步的上行到耶路撒冷到这个圣殿来仰望天父上帝。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作者为恶人的图谋而发出了叹息，他恳求神施恩来帮助他。这一段经文可能是大卫在回忆躲避扫罗追杀的遭遇其中人的毁谤使得大卫感觉在患难中他是多么的危急，但是他也因着这样，他没有回击人的毁谤而是转身来求告耶和华让神的话语来带领他到一个宽阔之地。诗人说，用什么来对付这些谎言和诡诈的话呢？诗人是求神用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来回报他们，因为诗人认为诡诈人的舌头像火，
因此要用耐烧的罗头木来对付他们。谎言及诡诈的话语是诗人这对人真的最大的伤害，因为口舌是代表人的属灵的光景。我们的口舌是用来颂赞神的我们不是要来毁谤人的，我们用口舌是要来造就人的。所以我们认为成为神的子民，对于属灵的话语更加要注意，不可随心所欲的恣意乱说谎言以及诡诈的话。所以说这个1到4节里面今天给我们看到的，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时常是不是也看到我们身边很多人就是用诡诈的话语，用谎言在讹诈别人，来谋取自己的利益。然后我们本身是不是自己也有这一种不好的恶习？这个是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社会现象里面，好像说谎言的人，说讹诈话的人，好像是大声的人就赢了。我们这一些比较好像遵行主教导的人，我们顺服的人，我们谦卑的人，我们就感觉好像比较低下。我想这样是不合神心意的，也不是神喜悦的。所以说我们在1到4节里面，你看特别在第3节说，虚伪的人上帝要怎么样对待你，他要怎样来惩罚你。在那个时代里面，他说用战士锐利的剑，用灼热的炭火来惩罚你。那在现代呢，我们可能也许在我们当下，我们看不到神如何来惩罚这些说谎话的人，这一些用诡诈话语来讹诈别人，得取自己利益的人的这个惩罚。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圣经也一直在教导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要蒙主恩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回应神？神的惩罚必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去经历。这是我们成为神儿女里面，我们所基本上在我们的内心已经定根，在我们的内心已经知道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要去学习这一些不好的恶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去时常用谎言来谋取自己的一个利益，或是因为用这一些不好的诈术来骗别人。我想我们这个经文里面一直在提醒我们，诡诈谎言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直让我们无法逃避的，是让我们一直也是陷入在一个非常烦恼非常抗拒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经文再一次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学习，也彼此来提醒。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在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反思我们的生活，反思我们自己所应该怎么样遵行神的话语，让我们的口舌，我们讲出来的是要来造就人的，是要来颂赞神的。我们不是要用我们好的口才，用我们这个神赐给我们的这一些才能智慧，我们去编造谎言，去编造这一些诡诈的话，来诈骗别人，来欺负别人，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来好像立了自己的地位什么等等的。这个是很需要我们好好来学习，再一次用这个经文也来提醒着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在5到7节后面，他就是在比喻说，诗人住在恨恶和平与好征战的这2种人的当中，且受到这样2种人的攻击。我们面对这一种艰困，他仍然不妥协，他也不灰心丧胆，更加的显现他在苦难的环境当中坚持他要寻求和睦，他要寻求神的保护。所以说这一首诗呢，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向神所求的代表着凭着信心来确认神的应许应允回应。所以说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
无论如何，我们要坚信我们的信，坚信我们向神的呼求神必来回应着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说，更加的仰望跟随神这样的话，神就会在这个当中里面，因着我们持守的坚持的那一份全然相信的心，神也会按着他的心意来回应着我们让我们得着和平让我们能够得着父神的保护与看顾。这是神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经文的教导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今天不是只有面对这些谎言或是这些诡诈，我们呼求神，神才会这样来回应我们，而是当我们真的面对任何一个困难，任何一个困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把我们自己摆上，我们来恳求父神你的灵的保护看顾的时候，神必然会在适当的时间来回应着我们，来祝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得着的平安，让我们得着那一些的真正的喜乐。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经文短短的，但是也是给我们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看到了诗人他在困境的时候，他面对这一些谎言诡诈这一些恶人这一些不好的好征战的这些人的时候，他没有去回击他们，他反而是说回头来寻求神。因为我们不需要去跟这一些恶人我们来当面起冲突，我们应该是说回头我们来寻求我们的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全然的仰望他，神为我们开路，神会在前面为我们抵挡这一些恶人的攻击，让我们领受他的恩典，让我们领受他的平安。这个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借着一个时间我们这样来分享，希望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彼此来操练，让我们每个兄弟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好好谨慎遵行主的话语，我们不用这一些不好的来伤害别人，反而这样也是在伤害我们自己。我们如果不谨慎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相信就如经文第4节说的，神可能会用战士锐利的剑，用灼热的炭火来惩罚我们。我们要更加的小心，我们更加的要在谦卑顺服，降服于神的带领。以上，好，这时候我们再来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这一些诡诈谎言，这一些不好的攻击等等，但是主你教导我们，我们不需要去跟这一些人来对立，我们只要单单的仰望神，我们回头来寻求父神你的祝福，寻求父神你的教导，让我们更有智慧的来解决这些事情。我们恳求父神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让我们呢真的是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圣洁的儿女，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口舌来祝福别人，我们来颂赞父神，而不是用我们这一些才能用我们好的口才来与人征战。我们求神你来坚固我们的心，我们这样再一次在主你的面前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想
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